苏州评弹团的金立生和盛小云在10年间里合作说过好多次的武松书，深受书迷朋友的喜爱。他俩的说和唱入情入味，无可非议。更有一点的是，在刻画人物的方面也是入木三分。比方说，金立生所起的武大郎憨厚可爱，盛小云所起的潘金莲也是生动形象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好，今天请大家欣赏选回金莲戏书，是一回心理书，如何去展开解剖，全靠演员的功夫了。好，一起来欣赏。听听细说，扶送金阳冈最大幕后，弟兄相为追摸鱼港。辅导郎随便分享的各位当红英雄，就是自家的好兄弟心里向那反抗的。至于林子扶送到里向绑对潘金莲束手抽风，而且凶手身情后裔，也累扶送带过了屋里向。搿自从扶送死到阿哥窝里了，搿阿三潘金莲的心里向说不出个特别高兴了，佛是真罪的。每天帮扶送洗衣烧饭铺上叠壁，连扶送吃饭的辰光，潘金莲坐下来边上看下扶送我，只要看见扶送我的往天上一看了，也就拿自家饭碗一放，不过去帮扶送添饭，各种罪的。那么最糊涂啦吃饭呢，把妻子拿自家神到我发到家来了。一开始劲不够你，想多口口阿说，但是辰光一闪了，光口已经不够你一个字。再喊你的阿说两家头单独面对面讲讲，可惜不机会啊！哎，今朝吃着冬至，大雪纷飞。扶送临醉之前，大狗讲啥狗啊？石干头个雪，石干冷个天，外头也不好生意，你得非要出去个子。屋里向歇歇吧。说嫂嫂，你东马的醉菜，我夜里走来，想大狗两家头面对面吃吃醉，饮醉相后，我为他早走来个。潘金莲是开心啊，那么几位来着，今朝么还得说说还叫对对子，所以我辅导郎大发开，三后讲笨醉上驴拍分第一支，箱子盖一开，粗挂随心的下对上身秋红扎落，后来后岗边浪向一揉，等叔叔走来，这可见后岗里向龙吼涌涌，酒里向蒸汽等等，那叔叔为不周家，哎呀，真是动人心弦。哎，沙沙地里听见外头山地里向脚步声，是欲有二人来着，叔叔来着哇！嚯，这可是呼吸急促，心跳高快，血压上升，也想过来开门。只听见外头脚步声，四斤二有，原来是个公路人，一上是腿他不差，真正把气劲了。那说是为不走呢？收神光们，大概是要走花子。这个，让我开出门来看看吧。所以最后来，不干。门手气他忙正边浪向盖一盖，也想开门，用不上来开着。我这个西北风结果抖得来，爸爸，两手门吃开，呼咻，吃得个潘金莲眼睛才张不开，好不容易定一定神，对外头一口门，今朝落个是鹅毛大雪，忙出去一片人渣，谢谢吧。哎，这可见谢谢吧自然
哈看一个人貌似冲锋，大似二人杀人叔叔啊！哦哟，等子半日，总是不能等啥子？兄，好冷的天哪！说风推石棍，路上少我阴声，披地思人庄。欧阳怕非等俺父二人，这大的风险，朝夕归家，与狗狗围楼靠后，引致小孩哟。走！这看见哎，咱们那个蜡烛火光会得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啊，叔叔，等的女婿好可哦！福松要吓得了呀！那水喊了门开，门啊开，怪不得蜡烛火光都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嫂嫂，这样冷的天，难道在门上等候狗狗不成吗？是的，是的。等到阿狗是个发痴子，等你呀！你等错人了，孩子，那等我呢？跟我哪依得过你？哎，嫂嫂，我儿哪里深水得了？嫂嫂，未必冷的快些进去。我对这个冷风是干的嘛，要吃化身体的，还是进去，快点进去吧。哦，行啊，少天。这两句闲话就我体贴了嘿，只怕我杀辣呀，伤风个呀，我对那个还是进去吧。大胆里向，有叔叔来比来吧。是，扶送大进门，第二就是门关上国手啥天手，实干到个丰富守门3个分关。对自家身上的手这个鞋子一看是嗨呀，一般已经78个字啊。两旁边个肩膀上随时的血，要么这个下我来吧，我这个鞋子一推，晃晃，大子一推，好了，看见你动作这么结快了，眼睛起来，有叔叔抽得如此逮捕，你倒不怕冷漠？心里想发大水，这个种这个了，扶送不入关。对嫂嫂妈妈，你虽然是我嫂嫂，我是小叔，我毕竟不是小奴。而是我实讲的，我人特意让不为了，我要你来帮忙了。对你看看，我拾到屋里向个阿三个这个了，这个有点高子头。不过再想算了，毕竟是嫂嫂，还是要尊重你。再仔细一看啊，哎，奇怪了。那我的金在身上像赤红扎落，面孔上拍粉底子，这样漂亮，做啥家？看见你还觉着个呀？叔叔盯了自家身上向的老看，开心啊！今朝个的本地总数分把握。啊，叔叔，是，这是你送予我的衣料，可好看吗？嫂嫂，够够你。哎。那门上去不问个家，那么我问个句闲话，总大子来为的是，哦哟漂亮个，咋让你身那么高你漂亮？等那个句闲话个呀，弄到狗狗身上想，嘿，弟兄感情嘛实在好，买兵去了啊，买兵去了。哎，嫂嫂。想今日我儿出门之时，曾这样对狗狗一讲：“我是狗狗，这样大的事，这样冷的天，与我好买卖，怎么与买兵去了？”他也不懂得什么人情的喽。哎，嫂嫂，并非我儿责怪于你，你后不走我来。哎，叔叔。你是他的兄弟，难道你家兄长那个规避去，哪位不晓得？非来没有女色。我今朝他个蚊子，还会有道理个，啊，搞大人呀，哪拉得了你呢？你也不根本拉不了你。
呀，今朝闲话好让狗子头，分量送着底子，根本的看当上这后吧，嫂嫂。妇儿丑陋，一女之间冒昧嫂嫂，违反誓罪。呀，叔叔就是个厉害，知错谁改，马上打招呼。哟，叔叔，后吃此意，请走啊！不，狗狗不在家，妇儿招人兄长。翠梅。哎，叔叔，女婿准备了养家美酒，怎么你非身谁罪？你懂得人情么？话请你家公公是要回来的，你是要出来的呀。现在你出去行李，等下你出来不可进来，再出去行李，那是好在。都弟兄两高头了，让山头里向对来对去，也不是对疯了。收下，收嘞。那么把你砸了个是白发头个子么？再想阿三话啊，还是有点道理的。干嘛再走着了？武松手顶我那个台面上一口是嚯哟，搿个最是今朝风尘的不得了，比浪像后岗里个猴一样啊！呀，啥天？那我得内不肉你，嫂嫂，你请那手。这梦不吃嘛？女婿感受了，对面对手顶，开心啊！波波之毛波子两个洞个着，真咱们总是波上这个一日天灾。那么波，那么扶手拿你，受那个凳子上对神的，今朝心两比例的在讲闲话。为什么扶手心里清爽？搿潘经理再欢喜得自家讲讲。搿有啥讲头呢？现在讲没办法说不定我的一直自家心还没得马上勾到外头，我也搞清楚来呀。搿你两个就唔陪我呀，受了边上没尴尬。搿么哪里可好吧？就身体大一点屁，后岗那个猴子越来越痒，搿后光飞上来，这的无数个面色是更加红润啊。潘经理两只眼睛独上子盯来来缩缩了浪口。哦哟，叔叔说的好口啊，因子乞丐。我只有脑袋手里，蒸了2杯酒，上头一顿打，拿起酒杯，啊，叔叔，女婿敬酒一杯，请叔叔给了。这还应付应付，多谢嫂嫂。干！哈！叔叔非但是当好英雄，吃酒还是英雄。你看，一饮而尽，怎么第一杯？哟，叔叔，女婿斟一杯，神双醉。哎，我有骨头了嘿，那刚刚接个你，没办法，多谢嫂嫂，干了。呀，阿姨，真在我花沟去了林子，那才稳不回应个家。我这个一句闲话是有不知了还，神上就一语双关。那叔叔不在林子个家，有点没个家。你讲想想瓜难瓜，理解啥了？叫扶松呀，松什么是木头呀？一样一样写在鸡蛋里碗里。哟，叔叔，请用菜呀！是搿种引颈折来了，今朝扶送，这个他不适宜，心里想美瑞呀，哟。太阴真。老，这位嫂嫂心生莫探讨，预备了非你的罪，再与东阳高，看后为楼把黑衣笑，门外是西地边庭，
孩子门生生人，都是把路后跳。听门外拨风号，几段大水飘，狗狗是马山冲锋把炊饼挑，我是水手真知心根叫叔叔亲我恨不能出门下，把狗找，这在人世心头把你追焦。那经理人不是家生配，上你大对他，四岁下后自家会在自家袋子兜底快点讲吧。再并我去辅导浪走来也讲不知为在。对，啊，叔叔，女婿一句话儿不记家的么？我现在你半月闲话也讲。搿平常我大家里向配对辰光，你再欢喜了边浪向插嘴，搿性格毛病附送是清清爽爽。搿么哪你也讲的，我讲你非讲，你非讲我非听，到底讲不过去个，稍稍要尊重你个，就想这个浪向附送内助之心，稍稍欲话请讲不放。听说叔叔在衙门之中押了一个没差的女子，非这口预计是非呀？什么的？有这样种事体个？嫂嫂，此话哪里听来的？那这笔话不是的呀？什么的？王不讲啊！你我内好听啊！这个老太婆叫扶我不作业啊！比那辰光收银封地也好，有一家子人样样来事，你还听你闲话？你听这里闲话，你离我来有的口头了还来？嫂嫂，素来之意岂能作真？根据王伯的说话，你需要信得。谁知是嘞？叔叔乃是真真神。福儿。送不与女娘讲话，那么这么与侬是我的你，哪把你问得出来？你们自家人呀，你是嫂嫂呀，嫂嫂嫂呀。我有个啥是提到心里想的嘞，那么可以衣冠整收。今朝他一个字，离我来正本开场有了。那么再听你讲下去着了，嫂嫂，你又说什么？叔叔，你可记下，那怎样与你家哥哥配成一对有爱的？这叔叔啦。不是，欲有二真，来着，叔叔来着喂，嚯，这可是呼吸急促，心跳高快，血压上升，也想跟我来开门。只听见外头脚步声，嘘。四斤二有，原来是个公路人，一上是体格不差，真正霸气劲。那说是为不住呢？
手辰光嘛，大概是要走耙子。这个，让我开出门来看看吧。所以这头来，不干。门手气特往正边浪向盖一个，也是要开门，用不上来开子。我这个西北风就给抖得来，爸爸，两手门吃开，呼咻，吃得个潘经理眼睛侪张不开，好不容易定一定神，对外头一口嘛。今朝落个是鹅毛大雪，忙出去一片人渣，谢谢吧。哎，这可见谢谢吧，自然家开一个人，冒雪冲锋，打死二人，杀人，叔叔啊！哦哟，等子半日，总是不能等啥子？兄，好的，根本只有糊涂郎吃完你，白妻子，你自家认得我发达家来了。一开始就不够你，想多口口阿说，但是辰光一闪了，光口已经不够你一个字。再喊你打说两家头单独面对面讲讲，可惜不机会啊！哎，今朝吃子冬至，大雪纷飞，扶送临醉之地，打狗讲啥狗啊？石岗头个雪，石岗冷个天。外头也不好生意，你得非要出去个子，屋里向歇歇吧。说嫂嫂，你东马的醉菜，我夜里走来，想大哥两家头面对面吃吃醉，饮醉相后，我为他早走来个。潘经理是开心啊，那么几位来着，今朝嘛，还得说说喊喊这呆呆子，所以我斧头浪大发开。三后岗、邓坠、上驴、拍分第一支，箱子盖一开，粗挂细心的下头上身，秋红扎落。后来后岗边浪向一揉，邓叔叔走来，这可见后岗里向龙吼涌涌，只有里向争气等等。那叔叔为不周家。哎呀，真是动人心弦！哎，啥地里听见外头山地里向讲是扶送大进门，第二就是门关上国手，啥天也手，石岗头个风不守门3个风关，对自家身上的60个鞋子一口是哈呀，一半已经78个字啊，两旁边个肩膀上随时的血，那么这个下下来吧。我这个鞋子一推，晃晃，大子一推，好了，潘经理动作这么加快了，眼睛进来，哟，叔叔抽的须子逮不，你倒不怕冷漠？心里想发大失意，这个种这个了，扶送不入围。但嫂嫂妈妈，你虽然是我嫂嫂，我是先生。我毕竟不是仙人，按照我石岗头个人脱衣裳不完了，我要你来帮忙了。对你看看，我睡到屋里向个阿三个这个了，这个有点高子头。不过再想收了，毕竟是嫂嫂，还是要尊重你。再仔细一看嘛，哎，奇怪了，那我的今朝身浪向秋红扎落，面孔上拍粉第一次，这样漂亮，做啥家？潘经理还觉着个呀，叔叔盯了自家身浪向的老口，开心啊！今朝个的本地总收分把握。啊，叔叔，是，这是你送予我的衣料，可好看么？嫂嫂，够够你！哎，那门上去不闻个家，人的天哪！说佛推蛇棍，路上少我阴神，披地死人庄。欧阳怕非等俺父二人，这他的风险
赵氏归家，与狗狗围炉靠后，引举小孩哟。走！这看见哎，咱们那个蜡烛火光会得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啊，叔叔，等的女婿好可哦！福松要吓得了呀！那水喊了门开，门啊开，怪不得蜡烛火光都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嫂嫂，这样冷的天，难道在门上等候狗狗不成吗？是的，是的。等到阿狗是个发痴在，等你呀！你等错人了，孩子，那等我呢？跟我哪遇得过你？哎，嫂嫂，我儿哪里深水得了？嫂嫂，未必冷的快些进去。我对时间冷，风时间大，要吃化身体的，还是进去，快点进去吧。哦，行啊，少天。搿两句闲话叫我体贴了嘿，只怕我杀辣药，伤风个药，我对两个还是进去吧。大胆里向，有叔叔来比来吧。苏州评弹团的金立生和盛小云在10年间里合作收过好多次的武松书，深受书迷朋友的喜爱。他俩的说和唱入情入味，无可非议。更有一点的是，在刻画人物的方面也是入木三分。比方说，金立生所起的武大郎憨厚可爱，盛小云所起的潘金莲也是生动形象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好，今天请大家欣赏《选回金莲细书》，是一回心理书，如何去展开解剖，全靠演员的功夫了。好，一起来欣赏。听听细说。扶送金阳岗最大梦后，弟兄相为追摸鱼噶。辅导让随便那分享的各位当红英雄，就是自家个好兄弟心里向拿反抗的。至于林子扶送到屋里向绑对潘金莲束手抽风，而且凶手身经后衣。也累扶送带过了屋里向，搿自从扶送死到阿哥窝里了，搿阿三潘金莲的心里向说不出个特别高兴啊，佛是真罪的，每天帮扶送洗衣烧饭铺上叠壁，连扶送吃饭的辰光，潘金莲坐下来边上看下扶送我。只要看见扶送屋里为天上一看了，也就拿自家饭碗一放，不过去帮扶送添饭。搿种罪，我死到屋里向，阿三个这够了，总归有点过子头。不过再想算了，毕竟是事实，还是要尊重你。再仔细一看啊，哎，奇怪了。那我的金泽孙老乡赤红着落，面孔上拍粉底子，这样漂亮。做啥家？潘金莲还觉着个呀，叔叔盯了自家身浪向的脑壳，开心的。今朝个点本地总收分把握。啊，叔叔，是，这就是你送予我的玉莲，可好看么？嫂嫂，狗狗你。哎，那门上去不闻个家。那么我问个句闲话，我总导致呢会得是，哦哟漂亮个，咋让你身上么高你漂亮？等那个句闲话个呀，弄到狗狗身上向，嘿，弟兄感情么实在好，卖兵去了啊，卖兵去了。哎，嫂嫂，想今时妇儿出门之时，曾这样对狗狗一讲。我是狗狗，这样大的事，这样冷的天，与我好买卖，怎么与卖兵去了？他也不懂得什么人情的咯。哎，嫂嫂，并非妇儿责怪于你，你后不走我来。哎，叔叔。你是他的兄弟，难道你家兄长那个规避去，哪位不晓得？非来没有女色？
我今朝他个蚊子，还我有道理个，啊，搞大人呀，哪拉得了你呢？你也罢，根本拉不了你。哎呀，今朝还我还两狗子头，分量送着点子，根本的干打上这后吧，嫂嫂。妇儿丑陋，一女之间冒昧嫂嫂，违反事而罪。呀，叔叔就是个点哈，知错是改，马上打招呼。哟，叔叔，何出此意？请坐啊！不，狗狗不在家，妇儿招人兄长。翠妹，哎，叔叔，女婿准备了养家美酒，怎么你非身水醉？你懂得人情么？话请你家公公是要为不，推蛇棍。路上少我应声，披地思念庄。欧呀，怕非等俺妇儿人，这他的风险，照系归家与狗狗围楼靠后，引追小孩人。走！这可见哎，咱们那个蜡烛火光会得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啊，叔叔，等的女婿哈口哦。福松要吓得了呀！那水还在门口，门啊开，怪不得蜡烛火光都啊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嫂嫂，这样冷的天，难道在门上等候狗狗不成吗？是的，是的。等到阿公是个发痴子，等你呀！你等错人了，孩子，那等我呢？跟我哪依得过你？哎，嫂嫂，妇儿哪里深水得了？嫂嫂，未必冷的快些进去。我对自家冷，风时间的嘛，要去化身体的，还是进去，快点进去吧。哦，行啊，少天。搿两句闲话就好体贴了嘿，上碰个啥辣药，上风个药，我对两个还是进去吧。大大里向，哟叔叔，来比来吧。是，扶送大进门，第二就是门关上国手，啥天也手，十竿头个风不守门3个风关。对自家身上的手是个鞋子，一看是嗨呀，一半已经78个字啊。两旁边个肩膀上随时的血，根本的看下我来吧。我这个鞋子一推，晃晃，大子一推，好了，潘经理动作这么结快了，眼睛进来，哟叔叔，抽的须子逮不？你倒不怕冷么？心里想发大水，这个种这个了，扶送不入关。对嫂嫂妈妈，你虽然是我嫂嫂，我是先生，我毕竟不是先奴。而是我10个人特意让不为了，我要奶奶帮忙了。对你看看。苏州评弹团的金立生和盛小云在10年间里合作说过好多次的武松书，深受书迷朋友的喜爱。他俩的说合唱入情入味，无可非议。更有一点的是，在刻画人物的方面也是入木3分。比方说，金立生所起的武大郎憨厚可爱，盛小云所起的潘金莲也是生动形象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好，今天请大家欣赏选回金莲细书，是一回心理书，如何去展开解剖，全靠演员的功夫了。好，一起来欣赏。听听细说。扶送金阳冈最大梦后，弟兄相为追摸鱼缸。辅导让随便那分享这个为当红英雄，就是自家个好兄弟心里向拿反抗的。至于林子扶送到屋里向绑对潘经理束手抽风，而且凶手深情厚意，也屡扶送带过了屋里向。搿自从扶送死到阿哥窝里了，搿阿三潘经理的心里向说不出个特别高兴啊！佛是真追的，明
扶松洗手费铺上叠币，你扶松吃饭的辰光，看见你坐下的边上看下扶松我，只要看见扶松我，你会天上一看了，也就拿自家饭碗一放，不过去帮扶松添饭，各种举动。那么最糊涂了吃饭呢，不气着你自家神到我发达家来了。一开始劲不过你，想多口口阿说，但是辰光一长了，光口已经发过你一个字。再喊你打算两家头单独面对面讲讲，可惜不机会啊！哎，今朝吃着冬至，大事纷飞。扶松临醉之地，大狗讲啥狗啊？石岗头个石，石岗南个天，外头也不好生意，你得非要出去个子。屋里向歇歇吧，说啥啥，你都买点醉菜。我夜里走来，想大狗两家头面对面吃吃醉，饮醉相后，我会得早走了。你来的，你谁也走来的呀？现在你出去行李，等下你走来不看见来，再出去行李，哪是好在？都弟兄两高头了，往山头里向对来对去，也不是对疯了。收下，收嘞。那么把你砸了个是办法头个子不？再想阿三话啊，还是有点道理的。根本上再走着了，扶松手顶下来的台面上一口是好哟，搿只最是今朝风尘的不得了，边浪向后岗里个后羊啊！呀。啥天？那我的内夫肉你，是不是啊？你亲那手，这梦不去嘛？女婿歌手脸，对面对手顶，开心呀！不去嘛，不止两个冬日早，今咱们总是补上这个一日天灾。那么补，那么扶松哪里？受那个凳子上对神的，今朝心凉比例的在讲闲话。为什么扶松心里清爽？搿潘经理再欢喜得自家讲讲，搿有啥讲头呢？现在讲没办法说不定我的，因此自家心恨不得马上勾到外头，我也搞寻出来呀。搿你两个就唔陪我呀，受了边上没尴尬。搿么哪里看后吧？就身体大一点屁，后岗那个后子越来越痒。后光飞上来，这的扶松的面色是更加红润了。潘经理两只眼睛都啥子盯来来，缩缩了两口。哦哟，缩缩实的好口啊！因子乞丐，我只有脑袋水里，蒸了2杯酒，上头一顿打，拿起酒杯。叔叔，女婿敬这一杯，请叔叔给了。这还应付，多谢嫂嫂。干！哈，叔叔非但是当好英雄，吃酒也是英雄。你看，一饮而尽，怎么的一杯？哟，叔叔，女婿敬一杯，神双醉。哎，我有骨头了嘿，那刚刚接个你，没办法，多谢嫂嫂。那个潘经理是开心啊，那么几位来着，今朝么还得叔叔还着呆呆子，所以我斧头上打发开。三后岗，登记，上驴，拍分，第一支。箱子盖一开，粗挂随心的下头上身，秋红纱落。后驴后岗边浪向一揉，等叔叔走来。这可见后岗里向龙吼涌涌，酒里向蒸汽等等。那叔叔为不周着。哎呀，真是动人心弦！哎，啥地里听见外头山地里向脚步声，是，欲有二人来着，叔叔来着哇！
嚯，这可是呼吸急促，心跳高亢，血压上升。也想过来开门，只听见外头脚步声，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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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思君而有，原来是个工农人，一上是腿脚不差，真正八气精武。那说是为不走呢？收辰光嘛，大概是要走花子。这个，让我开出门来看看吧。所以追过来，国家门手气脱，往正边浪向盖一盖，也想开门，用不上来开着。我这个西北风就好抖得来，爸爸，两手门吃开，呼咻，吃得个潘金莲眼睛才张不开，好不容易定一定神，对外头一口门。今朝落个是鹅毛大雪，望出去一片人潮，三三八。哎，这可见三三八自然家口一个人，冒险冲锋，打死二人，杀人40万。哎呦，等至半日，总是不能等啥子？兄，好冷的天哪！说